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5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澎湃新闻报道，他说多省市已开展现房销售试点，去年全国现房销售面积占比超 30%。近日，现房销售这一话题再次引发市场关注。近年来，多地积极开展现房销售试点，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也在不断完善，推动现房销售在市场中的占比稳步提升。商品房预售制度源于香港，这是澎湃新闻说的。它是于20世纪90年代内地住房制度改革初期引入，并迅速成为主流销售模式。这一模式凭借卖期房运作机制，大幅缩短了房企资金回笼周期，显著提升项目开发效率，成为房地产行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个是相当于肯定了预售制度对房地产发展的作用。他后面说，然而随着市场发展，预售制度引发的交付风险、质量纠纷等问题日益凸显，现房销售试点工作也应运而生，并在不同阶段承担着差异化作用。市场过热期，它是遏制房企非理性拿地的降温剂；行业风险暴雷时，它则成为保交楼防风险关键防线。这个澎湃新闻说，根据公开信息梳理，早期的现房销售探索多为特定地块或尝试性举措，最早或可追溯至2014年。当年7月，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一宗地块出让预合同中，首次明确建成房屋需以全装修现房销售。2016年到2020年房地产市场活跃期，深圳、苏州、南京、杭州、中山、成都、海南等地均在土地端设置现房销售条件，旨在平抑土地市场过热情绪。但随着市场调整，部分城市在随后的土地出让活动中暂缓相关举措。近些年来，伴随着行业风险暴雷、房企出险，不少城市在土地出让环节重现现房销售的要求，同时多地还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支持政策。说怕就喘上了。前2天不是彭博社小作文吗？说我们要商品房销售做改革，用现房销售取代预售制。那国内的媒体马上就开始呼应上了，说这个多省市已经开展现房销售试点2024年30%的新房都是现房交付。这个说明什么？尤其是现在都在说第4代住宅好房子，你再加上现房销售，那大家就清楚了，对房价是不是个制约作用？尤其是对二手房，以前买是预售制啊，你看的是样板间，你现在买房是所见即所得。那在这个情况下，那二手房的优势是不是就已经不明显了？你二手房除非降价，当然了，二手房有的位置好一点，户型小一点，适合那个刚需房上车啊，但是它的优势明显就小了，因为以前新房是期房，很多人没有办法买二手房。现在新房也是现房了，我为什么买二手？除非二手很便宜或者二手的位置特别好。你再考虑到现在都是4代住宅，无论是小区的配套设施环境，还布局、房型、得房率，你过去的房子是没法比。所以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它推越快，推得越多，实际上对二手房是个非常大的压力。也就是二手房你越来越难卖出去。我只要预算够，我为什么去买二手房？新房更好，更漂亮，更舒适，更合理。所以说对房价来说都不是好事。我们总说房价的走势跟韭菜的收入密切相关，其他的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你只有让韭菜收入涨起来，让韭菜配得上这个房价，那房价才能稳得住。要么你就让韭菜相信房价还要涨，我现在1万买的，5年以后我能2万卖出去，那韭菜也会去买房。但现在他韭菜很难相信这一点呢，凭啥5年后有人会2万的价格买呢？对吧？说不定5年以后是5000的价格，
那韭菜不就惨了吗？所以说这房价它是你不管出台多少救市措施，它总是你要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救，否则它稳不住。所以归根结底跟韭菜收入密切相关。我记得在2年前，恐怕有3年了，我们经常说，如果你在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失业了，如果你有套房，你把杭州的房子卖掉，你到郑州买套房，同样都是100平米，杭州的房子是3万多一平，均价呀，你在郑州买一套，它就1万一平，你买100平的100万，你还有200万存工行，然后你再拿10万出来买个比亚迪，跑网约车，不是快活似神仙吗？郑州的房子100万的房子，你跌一半，也才跌掉50万，你差不多就到地了，还能跌哪儿去？郑州的房子5000一平米，基本上也是跌无可跌。现在啊，网约车也不是你想开就能开的了。凤凰网财经报道说，多地再提渗入网约车行业，月净收入不足4000元，切勿盲目购车入行。这个2年时间就变化就这么大，所以干什么得趁早。他这文章这么说，他说近期多地再发网约车从业相关预警，公开提醒渗入网约车行业。预警信息显示，多地网约车运力已处于饱和或者远超实际需求。来自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数据显示，郑州市披露，目前网约车单车日均营运时长 9.5 个小时，最长营运时长可达15个小时，单车日均订单量约14单，毛收入210元，部分从业人员月净收入不足4000元。也就是现在在郑州开网约车也不是什么好事了，也顶多能糊个嘴。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事业发展中心呼吁合理评估预期收入，理性做出从业选择，谨慎入行，尤其是避免盲目花费大笔资金购车入行。你现在买比亚迪开网约车，这就不合适了。一年挣5万，对吧？他一个月将近4000嘛，不足4000。那你要新买的比亚迪开1年，那折旧就不止5万，说不定你还赔钱，还降价。你10万买的车，到年底它新车就降到8万了。深圳市披露，根据各平台数据显示，3月全市网约车日均完成订单量约 12.4 单每车。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称，目前本市网约车市场已饱和，大家应客观评估经营收益，理性审慎做出投资及从业选择。此外，海口市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海口市网约车日均完成订单量处于0到5单的约占 36%， 也就是1/3以上的人一天就跑不到5单，处于6到10单的约占 33%， 11单以上的占 31%。全职网约车驾驶员日均上线时间13小时，扣除平台抽成后，日均营运流水处于200到280区间。这个新闻说明什么？实际上只能说明：一，开网约车的越来越多，也就是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开网约车都是找不到工作，码农，对吧？还有被裁掉的这些996社畜，他也是走投无路，没办法去开网约车。所以说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多，我们人社部称之为灵活就业，这是第一个，那就是失业的人越来越多。第二个就是打车的人少，如果你打车的人越来越多，那也不要紧，这是同比增长。这个月订单量、日订单量下降，那不就反映出坐车人越来越少了呗？大家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出门能骑车就骑车，能挤地铁，打个车花30-50的也肉疼。这个也能反映出这个消费在降级，大家舍不得花钱，勒紧裤腰带，这总体就这么个趋势。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说房价还要涨，怎么涨？收入在下降，勒紧裤腰带不消费，房价往哪儿涨？以后外卖行业也一样，咱们完全可以同理推出外卖行业，跟网约车是一样的，也就是外卖员这些骑手收入会下降，因为骑手越来越多，大家找不到工作，只能去送外卖来以糊口，生活所迫送外卖啊。但是点外卖的恐怕会越来越少，跟网约车是一样。从这儿咱们也能看出目前经济到底是什么个情况，是蒸蒸日上还是在萎缩。你说我开网约车都不赚钱了，我还能消费吗？外卖也少吃点了，你要指望着我去买房。当然了，今天对韭菜来说也有一个好消息啊，
扬子晚报报道说，连云港法院明确烂尾楼按揭贷款责任，也就是如果你买了这个房子，房子不能交付，烂尾了，那你这个按揭贷款到底该不该还？连云港法院明确作出判决，购房者无需为开发商违约买单。这个确实对这个买房的韭菜来说啊，如释重负。扬子晚报5月9日讯说，开发商逾期交房导致购房合同解除后剩余按揭贷款究竟该由谁偿还？近日，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金融审判典型案例，给出明确答案：购房者无需继续偿还贷款，相关责任由开发商承担。这个案情经过2020年11月。你说正是最高点的时候，2020年11月房价高峰期，杨某娟与连云港某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按揭贷款方式购买商品房。根据合同约定，银行贷款直接打入开发商账户，后因开发商违约导致房屋无法交付，杨某起诉解除购房合同，获法院支持，开发商承诺继续偿还剩余贷款。但此后开发商未履行承诺，杨某二人被迫代偿近4万元后，再次诉至法院，要求解除贷款合同，并由开发商担责。法院判决，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认定购房合同解除后，贷款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判决解除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针对银行购房者仍需还贷的格式条款，法院明确指出，购房者既未取得房屋，又未实际占有贷款，该条款加重其责任，违背公平原则，应属无效。最终判令开发商向杨某二人返还已代偿的39617元及利息，并直接向银行偿还剩余贷款本息。这个案子就很有意义了，这个法院是明确支持了这个房奴。本案明确烂尾楼纠纷中，开发商作为贷款实际使用方，终极还款责任，打破了购房者房财两失却仍需还贷的困境。这里面有个问题，我没看到详细的报道，但是我也不想去查呀。一般的买房不有首付吗？你20%，那个时候应该30%首付，你30%的首付，70%贷款。那现在法院判决你贷款由开发商还，你买房人跟银行解除了这个贷款合同，银行你就不能找这个业主买房人去要这个贷款了。这买房人跟开发商也解除了购房合同，那他的首付30%首付没提，开发商是不是也应该把30%首付还给人家？这里面我还要再说明一下，这个案子为什么会这么判？我估计在2年前都不可能这么判的，那只能说明现在烂尾楼的人太多，没有办法，你不这么判，有多少人呢？拿不着房子，完了还要还按揭贷款，这样人一多，那是什么一个惨状？而且事实上这也不公平，以前一直这么操作不代表他就对，所以某种程度上连云港法院就相当于拨乱反正，勇敢的迈出了第一步。迈出第一步的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烂尾楼实际的人太多了，影响社会稳定。第二个，这个虽然对房奴来说是个好消息，但是你还得具体到你当地法院。连云港法院它是个基层法院，它不是什么比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甚至是全国最高人民法院。如果那个判例，那就对其他的法院就有示范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你也遇到这种情况，你是碰到烂尾楼了，但是按揭贷款还要还，你不还，银行就找你，你这个人也去法院起诉，但是你当地的法院会不会像连云港法院这么判，这个不一定。你可以把连云港法院这个判例拿出来作为你的证据。我们再想象一下，现在烂尾楼那么多，现在把这个买房的人摘出来了，那就是开发商和银行之间的事了。而现在开发商都在暴雷，开发商本身就欠银行钱，有贷款，他又把个人按揭贷款这块他又接过来了，债务转移到他身上，那实际上开发商是还不了的。很多开发商暴雷，开发商肯定是还不了了。那你比如说，你还能指望着银行能指望着恒大还钱是吗？他这个抵押物是房子，那房子没盖好，
有什么用？人恒大自己也没资产了，是不是？你这么一判，是不是银行的坏账就直线上升？如果银行的坏账直线上升，那银行的股价还涨，银行的盈利还一年比一年多，这怎么说都解释不通。息差在缩小，这银行的利空消息、负面消息越来越多，但是银行股价却连创新高，我就不知道这个哪来的勇气。我们再看一个法院判决，也是关于房子的。这个是一个叫江苏城市频道荔枝新闻，他说老赖欠390万，转让房产给女儿逃避执行，一家3口合谋隐匿390万执行款获刑。咱们上个节目还说了，个人破产制度就是纵容这些老赖，就是为权贵大开方便之门。你看这不马上就来一个，说此前江苏常州刘某甲和前妻王某某作为连带担保人向金某某借款390万元，但到期未还，法院判决后，刘某甲账户仅剩8804元。经调查，刘某甲曾将上海2套房产无偿转让给女儿刘某乙，刘某乙出售房产得款450万元。2024年2月，法院判决撤销房产赠与，要求返还售房款及利息。你看看，老子欠债，把名下的房子直接赠给女儿了，女儿把房子卖掉转移财产，然后欠的债可以不还。刘某乙履行法院判决，将所有售房款转给刘某甲，当法院再次执行时，发现刘某甲账户内的钱又消失了。检察机关提取刘某甲一家3口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现3人合谋隐匿资金逃避执行。先由刘某乙将款项转账给刘某甲，刘某甲以还款名义将钱转账给亲属和朋友，亲属朋友再取出现金还给刘某乙。你看看，事实查明后，检察机关对王某某、刘某乙予以追诉。刘某乙主动投案，先交还200万元现金，以其在上海的住房抵押给金某某，金某某主动放弃利息，双方达成和解。最终，刘某甲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刘某乙和王某某被取保候审，其余收款人因不知情被训诫。大家看视频。年2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刘某甲和前妻王某某共同作为连带担保人向金某某借款390余万元。然而到期后，这笔钱始终没有偿还。无奈之下，金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还款，最终胜诉。但在法院执行过程中，刘某甲账户内仅剩8804元，金某某面临执行难的困境。金某某呢，将刘某甲和王某某呢，告上了法庭。在这个诉讼过程中呢，这个刘某甲呢，怕自己在上海的2套房屋呢被法院依法执行，然后呢，就将这个上海市的2套房屋呢，就这个无偿的转让给其女儿刘某乙。刘某乙呢，在上海呢，就把这2套房屋呢，这个出售了，得款呢450余万元。2024年2月，法院判决撤销刘某甲对女儿刘某乙的房产赠与，要求其返还售房款及利息。随后，刘某乙履行法院判决，将所有售房款转账给刘某甲。但当法院再次执行时，却发现原本应在刘某甲账户内的售房款却又消失了。为查明真相，办案机关提取了刘某甲一家3口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有一段12分钟的语音聊天记录缺失，但结合文字回复又透着蹊跷。这个我们就是对这个录音就是进行了这个技术上的恢复，发现了这个其实这里面呢是除了这个刘某甲转其女儿刘某乙，还有其前妻这个王某某，他们呢都是在一起共同商量了。那么在商量什么事情呢？经技术恢复，检察机关发现3人是共同商议如何完成资金隐匿，逃避法院执行的馊点子。先由刘某乙把相关的款项转账给这个刘某甲，这样就是形成了一个履行判决书的这个假象。刘某甲呢，把这笔钱呢，就是以这个还款的名义
把这个钱呢就是转给他这些花木商。那这些花木商呢，其实呢和他根本就没有业务，只是有的是他的亲属或者是朋友，这些亲属或者朋友呢，在收到转账款之后呢，再通过到银行柜台把这个现金取出来，再还给这个刘某乙。查明事实后，检察机关对王某某、刘某乙予以追诉。迫于法律威严，刘某乙主动投案，先交还200万元现金。检察机关随后开展释法说理，最终刘某乙以其在上海的住房抵押给金某某，金某某主动放弃利息，双方达成和解。近日，武进法院也对该案作出判决，以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刘某甲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刘某乙、王某某被警方依法取保候审，等候进一步处理。其余收款人因事先不知道刘某甲等人逃避法院判决，未造成严重后果，被依法予以训诫。零距离记者为您报道。你看看这些老赖绞尽脑汁的在逃避债务，我们还在给他想办法，给他开后门。上海有2套房卖了450万，这是不是说明上海的房价不行？他是2024年2月判决，那应该是2024年2月以后卖的，有钱不还，千方百计的逃废债。如果我们推广个人破产制度，那么这个刘某甲到时候申请破产清算，成功洗白上岸，金蝉脱壳。从这些报道来看，基本上也不支持房价继续走强。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小道消息，又是路边社小道消息，真假难辨，说全国所有城市轨道交通报批工作暂冻，就是冻结，无一例外。听说连成都第5轮已过审也暂缓修建，南京3期基本是彻底没希望。什么意思？就是大修大建叫停，全国所有城市轨道交通都暂停，就连批过了正在建的都要停。这当然是传言，无风不起浪。这种传言说明什么？现在各个城市还在大修大建的，实际上已经很难承受了。修轨道交通、修地铁，无非就是想卖房子。他修地铁要借钱，举债地铁一修通之后，地铁沿线的房子价格就涨，地皮涨，政府再卖地皮，回来钱再还债，再维持地铁的运营。所以地铁要往拆地里修，因为拆地那个地便宜，到郊区完了之后地便宜，政府拿到手就便宜。他卖的时候，地铁一修好，价格就涨个几倍、10倍。你看这个修地铁，它是为了地皮价格翻倍的涨，这个在过去是说得通的，因为你房子卖得掉。现在不是房子卖不掉了吗？你再这么玩，只会加大政府的负债、地方债。你把地圈了，卖不掉，开发商不买，开发商买了，他盖房子卖不掉，韭菜不买房，所以痛定思痛，把这些都叫停。要不然它只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债务窟窿。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就是基建，这是投资啊。我们就是3驾马车，你这相当于投资，自己给它摁停了，这个马车啊停下了。外贸前景难料，现在正在跟美国谈，但是总体形势它肯定是不容乐观，你总不能比去年还要好吧？内需刚才咱们也说了，那网约车的都已经不赚钱了，打车的人都少了，你说内需还怎么刺激？所以说这形势非常糟糕。当然了，这个是路边社的小道消息啊。如果你所在城市正有轨道交通在施工，你可以关注一下它是不是停了，机器还在动吗？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